奉主的名，我们开始今天的崇拜。愿一切寻求你的，因你高兴欢喜；愿那些喜爱你救恩的，常说当尊上帝为大。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来到你的殿，我们充满了欢喜快乐。愿你使我们常存敬畏的心，愿意将自己献给你，也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我们就能讨你喜悦，成为你使用的器皿。求你让我们经历你大能手的扶持，让我们对未来充满盼望。不管遇到什么难处，我们相信你的带领，就不惧怕沮丧。凡事交在你的手中，也使我们有谦卑的心、学习的灵、渴慕追求真理。在今天的崇拜中，愿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让我们能够重新得力，愿意过属灵的生活，见证主的名。奉主耶稣基督名，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唱新灵粮诗选第10首《圣洁主》，我们来唱2遍。圣洁主，至圣洁主，唯有你配得我们赞美和尊洁主，至圣洁主，我们愿心敬拜你，你本伟大。配得赞美，至圣至尊，你本伟大，至圣洁主，圣洁主，至圣洁主，唯有你配得我们赞美。至圣洁主，我们愿心敬拜你，基本伟大，配得赞美，至圣至尊，你本伟大，至圣。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上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真以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将在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哪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子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的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以后。
请坐。接下来我们要用起音的方式来读诗篇106篇1到6节，19到23节，在旧约634页，诗篇106篇第1节。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第1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凡遵守并公平、常行公义的，这人便为有福。是我借你选民的福，乐你国民的乐，与你的产业一同夸耀。19节，他们在何烈山造了牛犊，叩拜铸成的像。忘了上帝，他们的救主，他曾在埃及行大事。我们一起来读23节。所以他说要灭绝他们，若非有他所拣选的摩西站在当中，使他的愤怒转消，恐怕他就灭绝他们。我们一起来攻祷。我们一起来低下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恩典环绕着我们，你全能的膀臂时时的护卫我们，使我们能够从你得到丰富跟平安。主啊，这个时候我们要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国度、的宗派、肢体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要为着东南亚国家缅甸来祷告。愿基督信仰进到这个国家的生活文化中，民众能够有更多机会认识基督信仰。我们来献上祷告。我们也要为台湾卫理公会、南区教会、南宫福音中心来祷告，赐福给高以林传道，让教会的奉献充足，在当地可以使更多人信主，传道同工的身心都健康。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也要为台湾行政首长以及各级官员来祷告，求上帝赐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也赐福给台湾的百姓们。主啊，我们也要为2020年升学的各级学生关心来祷告，求神使教会的儿童以及青少年都得到美好的教育跟造就。他们前面的道路也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用主祷文来结束这段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永远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课我们邀请贺弟兄和赵鼎弟兄来读出埃及记跟腓立比书。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课第一处在旧约87页，旧约87页，出埃及记32章1到14节，出埃及记32章1到14节。百姓见摩西迟延不下山，就大家聚集到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
因为领我们出埃及地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都摘下他们耳上的金环拿来给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雕刻的器具做成。他们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亚伦看见，就在牛犊前面筑坛，且宣告说：明日要向耶和华守节。次日清早，百姓起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坐下吃喝，起来玩耍。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下去吧，因为你的百姓就是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他们快偏离了我所吩咐的道，为自己铸了一只牛犊，向他下拜献祭，说：以色列啊，这就是领你出埃及地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我看这百姓真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你且由着我，我要向他们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使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摩西便恳求耶和华他的上帝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为什么使埃及人议论说，他领他们出去是要降祸于他们，把他们杀在山中，将他们从地上除灭？求你转意，不发你的烈怒，后悔，不降祸于你的百姓。求你纪念你的仆人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你曾指着自己起誓说：我必使你们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并且我所应许这全地必给你们的后裔，他们要永远承受为业。于是耶和华后悔，不把所说的降祸与他的百姓。经课第2章在新约218页，腓立比书4章1到9节，新约218页，腓立比书4章1到9节。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友阿迭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2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入平安的、出入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行，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以上是今日的经课。谢谢何弟兄为我们读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是在新约的26页。马太福音22章1到14节，由诗慧来读这一段经文。22章第1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召的人，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废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
请你们来复习。”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田里去，一个去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造的人不配，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在道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筵席上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哪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献诗，今天要献的诗是“主是我牧者”。我们请诗班。谢谢诗班。今天要证道的题目是礼服的秘密。我们请蔡伟文牧师。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在主日早上跟大家见面。每次听到诗班在献诗的时候，心里都非常的感动。
我们现在已经很少教会有这样正式的诗班，因为大部分都是用敬拜赞美来取代。当然不是敬拜赞美不好，而是我们可以听到这样的一个很标准的、很传统的诗班的献出，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让我们会看到过去在教会里面传统诗歌的美。所以有时候我们唱很多现代的诗歌，但是忘了很多过去我们有一些诗歌都是很美很漂亮的诗歌，包括我们卫理公会以前也是一个唱诗的宗派。特别我们现在圣诞节已经即将要快到了，各位知道有一首歌是我们卫理公会的专属的诗歌，有一首歌叫做《听那天使高声唱》，有听过这一首歌吗？听那天使高声唱，这是我们卫理公会的诗歌，但是它收录在很多的圣诗的里面，所以我们卫理公会是唱诗的一个宗派，是唱诗的一个教会，让我们可以透过诗歌敬拜，不管是传统的诗歌或是现代的诗歌，让我们都可以透过这些来荣耀敬拜上帝。所以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在诗班在献诗的时候，我们也跟他们一起来敬拜上帝。感谢主，让我们在昨天我们国家经历了生日。那各位可能我们国家经历了109年的生日，但是可能不晓得各位知道109年前有一些人，他们其实都是一群基督徒。那他们就是常常在密谋那些叫做要革命、要把满清政府推翻掉的这些人。这些人60%以上都是基督徒，而且都是在教会聚会完之后，很多人都在那里聊天谈话，想的就是怎么样去改变跟改善这个世界。他们要去改变当时的一个僵化的一个环境、一个状态。所以这些人他们是祈求一个改变，一个不再让这个国家变成是一个封闭的，或者是再让这个国家变成是一个专制的。他们希望能够把西方的那样的一个民主制度可以引进到这个国家来，这个老旧的国家。所以福音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会带来颠覆性的行动。这些60%的这些革命志士，他们用心在这个地方，他们在那里拼他们的热血，然后愿意希望这个国家可以改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过国庆日的时候，让我们也记得在那个时候有一群人，他们希望国家要改变，他们希望社会要改变，他们希望基督徒是走入世界、走入人群的。他们不是只有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哈利路亚赞美主，他们是能够走进这个世界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效法他们的样式。愿上帝来祝福我们。好，开始前一样跟大家就是讲一个笑话，一个故事。那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谁可以告诉我你觉得有哪一句话是太太看了高兴，然后先生看了也高兴的话？有没有？有没有那种什么匾额或者是什么样的字句是太太看了会高兴，然后先生看了也会高兴的？基督是我家之主 ，OK 啦，很好，对不对？全家都高兴，非常好。但是呢，有一句话是太太看了很高兴，然后先生看了也很高兴，但是要从不同的角度去看要不要跟大家揭晓一下，好不好？好，请大家看一下从你知道华人的字都是从右边写到左边，对不对？从右写到左是什么？我怕太太。对不对？那太太看了很高兴，我的先生怕我。但是如果从横写的书写的是什么？从左到右，对不对？太太怕我。所以要看你从哪个角度看如果你从这个华人的字正楷的写，就是我怕太太，太太看了高兴。然后如果是从横写的，太太怕我，先生看了高兴。所以同样的一句话，你要从不同的角度去解读它，就会有不同的意义在那个地方。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一句话很简单，但是从左边读跟从右边读，那个读起来感觉就不一样了愿上帝来帮助我们。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我们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用这个祷文来成为我们的一个读经前的祷告。我们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现在基督徒很多都是在礼拜堂里做基督徒，或是在课室里做基督徒，但是我们很少去了解说，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还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应当要去做的。基督徒难道不过就是如此吗？难道只是读圣经祷告，然后过基督徒教会生活？难道是不是就只有这样而已？很多事情我们需要去思考，到底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怎么样把耶稣基督的生命活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所以有很多人可能就开始去学习说，我如果现在开始参加查经班，我参加成人主日学，我参加了很多的课程，参加了这个圣经纵览啊这些课程，那是不是我这样就够了？还有哪些事情是我应该要再去继续往前走，继续去学习，跟继续去活出那样的基督徒的生命跟样式？所以这个蔡松辉牧师他画了一些的图片，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提醒。好，第一个，请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虽然在每天的灵修，我们可能都会读圣经，都会祷告，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除了我们要安静在上帝面前要读圣经祷告，要安静在上帝面前读神的话语，要安静祷告，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致力的把上帝的话能够活出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所以不是只有读经而已，而是你读了之后怎么样成为你的生命，能够行出所读的，能够行出我们所看到的圣经的内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的信仰上去做学习的功课，就是当我们称耶稣为主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称他为主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常常说主啊你是主，上帝是主，但是我们常常不让耶稣真正来做主。有时候我们还是想自己做主，有时候我们还是用自己的方式要来处理许多的问题。所以耶稣不但呼召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要我们能够口里称他为主，包括我们心里也是要能够真正称主为大，尊主为大，能够真正把主权交在主的手中，让上帝来掌权，让上帝来掌管。很多时候我们嘴巴里面说主，但是我们心里面说的不是主，我们心里面说的是我才是主。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的把主耶稣当成主，我们真的照他的旨意，而不是我还带着自己的意思。第三个，我们可以来看到一个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奉献，在教会里面我们会为一些事情奉献，包括我们会有11奉献，但是除了1/10我们的奉献以外，剩下的9%，我有没有做妥善的安排跟规划？包括我需要为自己的金钱做规划，包括我看到有需要的地方，我能够去帮助到有需要的人，包括我看到有一些事情是应该要去投资的，包括我看到有一些东西是我可以花上金钱去帮助别人，让别人可以因我得帮助的。这些都是上帝给我们很好的管理的这样的功课。上帝把金钱赐给我们，把赚取金钱的这样的能力赐给我们，但是他也要我们能够有能力去管理我们所赚到的这些的金钱。所以上帝帮助我们，除了我们1/10奉献在上帝面前，剩下的9%，我有没有做一个好的控管，把这些的金钱做好的一个管理，来荣耀上帝。所以千万不要觉得只有奉献在教会里面很重要，包括有时候投资在自己身上也很重要。比如说，如果有的人希望能够强身健体，也许有的人会学习一些课程，体力的课程或者体育的课程，或者是有很多为自己投资，能够更多的知识上的一个成长，这些都是很好的投资。包括你帮助别人，这些也都是很好的投资在这个地方。再来就是，除了我们不要去做上帝所不喜悦的，也要去做什么？也要去尽力去做应当是上帝所要我们做的。很多时候我们不去做恶事，我们可以做得到。我们不去跟人家一样去欺负别人，我们不去占人家的便宜，不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但是当你看到不公义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些不对的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也这样能够去帮助那些这样的情况应该要做公义跟正确的决定跟事情？所以包括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但是没有去做，没有去行，也不是上帝所喜悦的。所以除了我们不去做恶事，也包括我们要去做应当要做的事情。所以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看到有人被欺负的时候，当我们看到有人被被欺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那样的一个心智，愿意能够帮助那些受欺压的人，他们能够得到释放，得到自由，甚至可以把这些的他们要受伤害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可以除去。
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不是只是不去做恶事，而且要能够帮助人，让这个做恶事的人能够得到一些的禁止，或是得到一些的拦阻，不让他们去做这些伤害人的事情。再来就是我们可能把很多时间都排满，我们勾了很多的时间，我们勾很多的工作，在教会的事工或是家庭的工作事工，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注意到另外有一些事情是我们要去注意的？比如说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或是看到这个地球环境是被破坏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尽上我的一些的能力跟责任，去为我所在的环境去负责任？最近我们在南教区里面，我们开了一个立约门徒小组。那我们的当中有一些立约门徒小组的组员，他们就共同做了一个决定，其中有一项就是要彼此立约的事情，就是他们开始觉得说，环境对我们人是很重要的，人影响环境，环境也影响人。所以我们这一群立约的小组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做一件决议，就是在这3个月往后3个月的当中，我们要开始不再去要这个塑胶袋去包东西，不再跟店家要塑胶袋，而是我们自己带环保袋，或是自己能够带一些可以环保用的这些东西，可以不至于对地球，不会对环境造成极大的影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给我们有这些管理的能力去管理他所造的一切，我们有没有尽忠心的成为一个好管家，来管理上帝所给我们的一切？这个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功课。除了我们把很多活动排满，我有没有去注意到这个环境上的需要？ OK， 这个麦克风好了，结果投影机好。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可能有很多的教会活动，我们有很多的一些的教会的事工，我们可能拍了很多的相片，照了很多的照相，我们活动办了很多，但是我们有没有很多事情是照着上帝的计划跟安排？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大使命，说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除了我们参加活动很快乐很喜乐以外，我们有没有在我们所做的事上能够按照上帝的计划，能够照着上帝所带领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这样来走，或者是照着上帝的计划能够带领人来认识上帝？除了考虑自己的需要，我们有没有去考虑到为别人做一些的帮助，让别人有机会也能够来认识上帝？所以除了我们自己参加活动很重要，当然我们也要去考虑到我的工作、我的服事、我的活动有没有按照上帝的计划、上帝的大使命里面、大的计划里面，我有没有参与在这里面？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除了自己的活动参与以外，我们是不是也参与在上帝的计划的当中，参与在上帝的工作当中，跟上帝一起来同工？那当然最后我们需要去考虑的就是有耶稣基督住在我们的里面，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那我能不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不是只有在里面，而是让他活出来，让他能够在我的里面显出荣耀。所以生命不断的改变，生命不断的调整，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鼓励弟兄姐妹说，如果你是武当的弟子，你应该就会武当的剑法，或是武当的武功。如果你会少林的武功，那表示你是少林派的弟子。如果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那么你应该会活出基督的样式。人看见你，就会看见基督在你的里面。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不是只有在知识上，而是能够在行为上也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这段的圣经非常的重要。那很多人在读的时候，我们只会读到一个东西，就是这叫天国的宴席，好像上帝要呼召我们来到教会里，要认识他。很多人的读经的一个内容只会停在这个地方，但是很多人不晓得说，今天的这段经文是有很深的意义在这里面，让我们能够知道这是天国的奥秘。所以耶稣在讲这一段圣经的时候，他在说什么？他说这是天国。他说天国好像什么？他说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来摆设娶亲的宴席。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读圣经里面的话，当你读到启示录，或是你读到以弗所书里面有关讲到婚姻的时候，有关讲到天上我们要参加一个羔羊的宴席的时候，
那是一个荣耀的时候。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上帝的羔羊，将要娶他的太太，就是教会，能够跟他合为一体，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也是要去参加一个天国的宴席。我们在礼拜天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学习怎么去进入那个天国的宴席。所以我们现在就在预演，或是叫做在练习，将来我们要去参与天国的宴席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所以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在讲说天国的奥秘，上帝透过这样的一个事情，让我们看到天国是怎么样来进行的。在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提到说，天国好像什么？好像王为他的儿子来预备一个宴席，因为他儿子要娶亲了，他要办这个宴席，所以他就预备好要找这些的仆人们去带这些的已经准备好要加入他的宴席的，他已经选好了这些人应该要来的，这些人应该要来到这里来参加我的儿子的宴席的这些人，国王发出了邀请。然而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却发现这些的人，他们却没有任何一个人在乎上帝的邀请，在乎这个国王的邀请。这个国王他花了很多的心思，他说他的牲畜也宰了，他的宴席都已经齐备了，但是本来这些应该要来的人，却不来到这个天国的，不来到这个国王的宴席的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再把上个礼拜牧师所讲的那个葡萄园的比喻跟今天的内容来做对比，你会发现那是一样的东西。天国好像什么？好像这个园主他要去跟这些园户要收他的这样的果子。天国好像什么？好像国王预备了宴席，要请这些的应该要来的人要能够来。但是这些人他们要来的时候，他们却拒绝了这个国王的邀请。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的话，有很多人他做什么样的事情？有人说，我要去做买卖，我要去做交易，我要去看我的园子，我要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的事，没有把国王的事当一回事。很多时候我们会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很多时候信主很久了，我们不再把上帝的事当一回事，我们只在乎我自己要怎么过，我自己要怎么生活，我要怎么样让我自己过得好一点。很多时候我们会像这些叫做本来应该要被邀请进来的人，但是他们却花时间在自己的事情上。亲爱的弟兄姐妹，天国的宴席邀请这些原本应该要进来的人，其实这些在比喻的当中，耶稣指的是那些原本应该要进到天国宴席的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宗教人士、以色列人或者是犹太人，他们应该要来进天国的宴席，但是这些人他们却拒绝了。那拒绝的时候怎么办？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今天已经摆好一桌菜了，你已经准备好一桌宴席了，但是你要请的人他们不来，甚至这些人他们拒绝你的差派的仆人，你派去要去请的人全然都不来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办？求上帝帮助我们，不要把生命浪费在一些让我们会后悔的事情上面。有时候我们常常花很多事情在世界上的事情，但是我们不花时间在上帝的事情上面。我说花时间在上帝的事情上面，是我们很少花时间跟上帝有美好的交通，有美好的亲近，我们很少花时间跟主有美好的关系，但是我们很多去建立跟别的事情或是跟别的人有很好的关系。我们也许很会去做一些的活动，但是我们却对于上帝的事情却是漠不关心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人原本是要被邀请进来的，但是却拒绝了，甚至他们还杀了这个国王的仆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在讲这些比喻的时候，就是在讲那些原本应该要进来到天国里面的这些宗教人士，这些的法利赛人、文士，这些教会里面很重要的这些的长老、执事或是牧者，他们这些人为什么没有办法来真正来领受上帝的恩典？因为他们只看到自己的需要，不去看上帝国的需要。所以不要把生命浪费在一些会后悔的事情上面。上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亲近他，来就近他。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这样天国的宴席已经齐备了，这个国王他要怎么做？
这些人他们不配来，所以这个国王他做了一个决定，就是所以你们去要往岔路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说这个国王他知道宴席已经备好了，但是要来的人不配，所以他去找哪些人？去路边，去那些在岔路上面遇到的人，不管他是好人坏人，有钱的没有钱的，不管是男的是女的，是大人是小孩，没有关系，全部都来参加国王的这样的一个宴席。因为原本的这些人他们是不配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些不配的人。如果按照圣经里面所看到的，上帝的恩典最早要给的是这些的以色列人，最早要给这些犹太人，最早要给这些的宗教人士，但是这些人拒绝不要的时候，上帝把恩典推给所有的人，让所有的人都有机会能够来就近到这样的天国的宴席的里面。所以这一段话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事情，他说未蒙拣选的人也要都受到公平的邀请，来相信基督，正如选民受到的邀请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本来是不配的人，但是今天主耶稣呼召我们，上帝恩待我们，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天国的子民，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里面来，进到神的宴席里面，进到天国的宴席里面。所以我们是这些叫做仆人去外面找来，然后所有的人都进到这个天国宴席的里面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是好人是坏人，不管是什么样的人，上帝差派他的仆人都招我们来进入了天国的宴席。所以在第10节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第10节的地方，我们来念一下今天的这一节圣经。第10节我们一起念这一节圣经，一起念来。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席上就坐满了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不配的人，这些不配本来不应该被邀请来的，却全然都被邀请了。我们这些叫做原本不是犹太人，原本不是这些的以色列人的这个族群，我们是这些好像在救恩之外的人。然而今天上帝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能够来赴这样的一个天国的宴席。所以这个叫恩典，恩典就是不是我去赚来的，不是我应该可以得到这个身份的，而是上帝给我这样的恩典，让我可以进到这样的宴席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原本是不配来到上帝面前，却是上帝给我们恩典，能够来就近他。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变成那些叫做去批判别人应不应该来赴天国宴席的人。有时候我们当中会有一些人是不常出席教会聚会的人，或许有很多是抱着哭闹的婴孩的夫妻，或者是奇装异服的年轻人，但是他们都应该要被爱跟尊重，因为他们都有上帝的尊贵的形象，荣耀的形象。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曾经是这样的罪人，但是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可以进到他天国的里面来。不管我们是好人是坏人，不管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耶稣都给我们有机会能够进到天国的宴席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教会里面我们开始在邀请一些人要来到教会里面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有邀请这个人品格好，或者他的身份好，或是他的财产很多，或是他有什么样先天的条件，我们才邀请他，并没有这样。天国的宴席是给所有的人可以参加的，所有的人都有机会可以进到天国的宴席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有一些人他的生命需要被改变，他的状况需要被改变的时候，我们求上帝给我们有这样的心去看到他需要耶稣。以前我刚去神学院的时候，曾经有一度的时间，我不太觉得，甚至我认为说，为什么我要去传福音给别人？我知道我自己是一个贫穷家庭出身的人，其实我是单亲的家庭，我的家庭并不幸福，我的家庭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家庭，我念书的时候也是靠公费才能够去念书的，我并没有自己的产业跟财产。有一天我在去搭公车要去念书的，要去读书的路上，我突然间想到一个事情，让我一直百思不解，而且差一点让我没有办法再继续去神学院念书了。
那个状况是，当我走上公车的时候，我看着路边的人，在公园里面有很多人在那边玩耍嬉戏，他们的家庭各方面也许都很快乐，甚至他们的收入可能都比我好，然后他们所有的一切可能都比我要更加的丰富。我要凭什么去跟人传福音？我为什么能够告诉别人福音是什么？有时候我会觉得说我自己很自卑，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跟人家比拼的。如果我今天可以有一些可以骄傲的东西，我可以去邀请人家说，你看信耶稣，我信耶稣，所以我有很好的什么学识能力或是什么东西，我可以夸口。但是我好像什么都没有，我为什么要去找人来信耶稣？为什么要搅乱人家一池春水，让人家开始去觉得对生命的问题开始做反思？为什么会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好像不配去传福音，因为我什么都没有。感谢上帝，后来同样的过了几天之后，当我搭公车一样要去学校念书的时候，当我站上公车，看着所有的人的脸孔的时候，看着每一个人的脸庞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不管今天他是好人是坏人，不管今天他是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不管他今天是什么样的状况的人，他都需要耶稣。有钱的人他也需要耶稣，没有钱的人他需要耶稣，有钱的人他也需要耶稣。家庭状况好的人需要耶稣，家庭状况不好的人他也需要耶稣。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耶稣的，即使我的状况不好，我也需要耶稣。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不是只有哪些人才需要耶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什么样的人，都有机会能够进到天国的宴席里面。不管他是好人坏人，他是有钱的没有钱的，他是男的是女的，是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都有机会可以来就近到上帝的面前。然后有时候我们爱上帝不难，但是要去爱上帝所爱的这些人很难，因为有时候我们会去做区分，这些人才是上帝爱的。哇，你看这些人他们的先天条件好，这个叫做人生的胜利组，他们才是上帝所爱的，他们应该要来到教会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去做这样的批判，求上帝怜悯我们。爱上帝很容易，但是要去爱上帝所爱的有时候很难。上帝招选一些不配的人，上帝招选一些人，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何其大。我们这样的罪人，上帝也爱我们。可是我们会不会去爱那个上帝所爱的人？这些人看起来脏兮兮的，这些人看起来没有什么身份条件，这些人没有什么地位，没有什么工作能力，是不是上帝也爱他？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有机会就能够把福音能够传递给人，让人能够明白跟知道。好，看下一页。今天的这个礼服的秘密，有一个东西是我们一直去忽略的。很多人不知道说，这个被邀请来的人当中，有一个人是没有穿礼服的。到底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他有什么样的东西是缺乏的？各位，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圣经里面的脉络，其实就可以知道，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很多人说啊，他可能是什么样的条件没有，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没有。其实各位都误解了。真正没有穿礼服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披戴基督在他的身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配来到上帝的面前，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加拉太书3章27节这一段话是相当重要的一段话，让我们可以去明白跟知道，来到上帝面前，来到这个宴席里面，不是我们披戴自己的才能，不是我们披戴自己的行为，不是我们披戴自己的金钱能力或是资源地位，而是披戴谁？是披戴耶稣基督。我们来看加拉太书3章27节，请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一节的圣经。我们一起念来：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了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怎么就近到上帝的面前？不是你自己，是谁？是耶稣，是你穿上了耶稣，带领你进到神的面前。很多人说，我要做很好的好事，我要做很多的好行为来就近到神的面前，不是这样的。只有上帝才能够符合上帝的标准。所以他说，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穿什么东西去进天国的宴席，
你要披戴的是耶稣基督。所以不要只是花时间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要披戴基督。那什么样叫披戴基督？旧约里面有一段经文很好，也是给我们的鼓励。弥迦书6章第8节，他说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上帝所要的是什么？他说上帝所要的是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只有披戴了基督，你才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个人他进不了天国的宴席？他被邀请了，但是他进不了这个天国的宴席，因为他没有披戴基督在他的身上。如果你信耶稣了，你还是活着过去的生活，你还是过着过去的生命，那么你将不是进入天国的宴席的这样的成员，因为你不配进到那个国度的里面。唯有披戴基督，你才能进到天国的里面。所以12节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12节的地方，这个国王对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来说什么？他说，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进到天国里面的时候，如果今天上帝还问我们说，你今天信耶稣了，但是你的生活怎么还跟没有信的时候一样呢？你怎么还是穿着旧衣服？你怎么还是穿着过去的那个状态？你怎么没有披上基督在你的身上？你怎么没有穿上耶稣基督在你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来就近到主的面前，不是我们，是基督让我们可以就近到神的面前。所以不要再去过那个过去的没有信主的那个样式的生活，而是要从基督里，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新造的人。所以这个约翰麦克阿瑟这个牧师他说，如果罪和不义是你生命的特征，那么很有可能你不是顺从的基督徒，但更有可能是你不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耶稣改变，如果我们没有披戴基督在身上，如果我们还活出那个罪跟不义的生活，那有可能我们不是一个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是指你有基督生命在你里面的人。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有基督的生命，我们活出来就是基督的样式。好，所以今天的经文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不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就没有办法进到天国的里面。所以耶稣也曾经说，不是喊主啊主啊就能够进天国，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唐崇荣牧师这样说，一个不遵行上帝旨意的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祷告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念主祷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很认真的去看到，我有没有遵行上帝的旨意在这个地上？约翰一书2章4到6节，他说，有人说我认识他，却不遵行他的旨意，这人是说谎的，他心里面就没有真理在他的里面。所以遵行主的话的人，是真正全心全意爱上帝的人。我们知道自己是在主里面，所以自称住在主里面的，就应该在生活当中来效法耶稣基督。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活出那个基督的样式？有没有效法基督在我们的身上？还是我们只是让人看到，表面上我是一个基督徒，但是我根本没有去遵行天父的旨意。第二个，披戴礼服是什么？披戴礼服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披戴基督就是披戴我们今天所讲的那个礼服。所以人被称义的恩典是因为信靠耶稣基督，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多会多有才能，而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来就近到主的面前。所以不是我们邀请耶稣进我们的心里，而是耶稣邀请我们进入到他的生命的当中，进入到他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住在他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是让我们能够进入到神的里面，进入到耶稣里面，让我们能够活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活。第三个，披戴基督就活出属天的生命。所以这里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是，好行为不代表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但是得救的人一定会有好的行为活在你的生命当中。所以千万不要觉得我信耶稣，当然信耶稣不是因为我们有好行为才得救，而是因为我们有了得救的生命，我们更是应该要活出好的行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所以今天我们不是靠行为来称义得救的，但是我们也需要求上帝给我们在生活上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让人看见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今天这个漫画也是一个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我们除了有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需要被上帝的话引导，被上帝的话来指引，让我们能够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愿上帝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生命被主来改变，让基督掌管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活出合乎主所喜悦的样式。最后我们会看到一个事情是，基督徒在世上的地位，我们都是在上帝爱子的国里，是天上的子民。愿上帝帮助我们，让人看到我们里面是有属天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再是活着像过去那样的生命。所以穿上礼服是什么？穿上礼服就是穿上耶稣基督，披戴耶稣基督，以至于我的生命活出像基督的样式，而不是再像过去那个没有信主的样式。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能够活出那个信主的样式。当我们生命被改变了，我们在行为上也能够活出那个属基督的属天的样式。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施恩带领我们，我们知道我们自己不配来到主的面前，如果不是披戴基督，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来就近到主的面前。施恩来看顾我们，让我们能够每一天披戴基督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每天能够像基督活在这个世界上一样，人看见我们就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在你里面蒙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谢谢牧师的分享，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改变，披戴耶稣在我们身上。好，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今天的金句，我们来诵读2遍。所以你们要再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你的，都招来复习。马太福音22章9节。所以你们要往岔路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复习。马太福音22章9节。好，我们一起来翻开新灵粮诗选343首，我们来唱1、3、5节。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这是我所求，是我所慕。我愿舍弃属地的富足，只要能依赖我主基督。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模样，向你的甘甜，向你的见证，在我的中心和你心想。第3节。主，我愿像你那样的引导，圣洁的谦卑，与人无伤，温和的接受羞恶的苦害，因至受痛苦，使人得救。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像你模样，像你的甘甜，像你的见证，在我的中心和你心想。第5节。主，我愿向你，这我祈求，今夏你慈爱充满我心，为我做圣殿，背给你居住，使我
我们一起来为奉献来做个祷告，也请丝线的同工到台前来。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主啊，在主日的早上，你丰富的给了我们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真是能够领受，记在心里面，成为我们这一个星期的一个帮助。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你让我们能够一无所缺，丰富。从你得到的丰富，主啊，我们这个时间也愿意把一部分献在你的殿里面，求你使用，愿祝福每一位奉献的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你，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的，阿们。好，让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向主献神歌》。好，我们先介绍一下新的朋友啊，然后我们再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赖俊杰，我们欢迎你，欢迎你，请坐。另外有一对夫妻是吕宗宇还有尹怡文，欢迎你们，欢迎你们，请坐。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希望我们能够常常都能够在主的里面碰面。好，那我们一起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我们唱完第一节之后，我们再一起起立。好。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结晶，因着耶稣入光明。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丰盛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结，因着耶稣同享丰盛的产业。
让我们回座哈，请坐。好，我们这里有几件事情要报告一下教会的消息。今日是圣灵降临后第19个主日，欢迎参加聚会以及线上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赐福你们。好。第二，主日后在11点半，在601教室有洗礼前造就班，有意愿在圣诞主日受洗还有转入的弟兄姐妹，欢迎参加上课。在第三，2021年的新任执事名单已经公告出来哈，然后10月份的执事会会议记录以及9月的收支表都已经张贴在公布栏，请大家来关心。好，第四，教会将于11月8号召开记忆会，并推举2021年新任执事以及服事同工，请为这件事情来关心祷告。第五，为预备即将开设的红本门徒课程，牧师在每周3的晚上都有上这个新旧约的圣经中览课程，欢迎大家能够踊跃参加。然后下周47点半到9点钟有查经祷告会，要查考彼得前书，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查考圣经，为教会的各项事工守望祷告。第七，周3 4月14号上午，林雅区消防分队将到本堂进行消防安全设备检修复查，请为设备器材完备以及检查顺利来代祷。然后我们为制服艺人学院秋季班的课程能够进行顺利来祷告。我们也为教会儿童主日学需要师资参与，有意愿参加师资培训以及参与教课的如果是有这样子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可以跟郑宝华校长来联络。卫理神学院延伸班在本堂开课哈，欢迎弟兄姐妹能够参与信徒神学课程。那也为参与的这些学生们一起来关心祷告。那么为今年聚会人数增长到180人，我们继续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因为我们的人数基本上是快要接近了啊。另外，我们要为肢体的消息，恭喜黄金土、黄礼苑夫妇与周一受洗，接受上帝成为他们生命的主，愿主赐福他们直到永远。然后我们为身体不适的弟兄姐妹来代祷，我们请弟兄姐妹自行参与这个部分。我们感谢主，我们这个时候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天父，谢谢你将耶稣基督披戴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每一天活在基督里，基督也在我们的里面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
坐。请订阅。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以及教会的事工代祷。也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到台前，牧师要为你们祷告。